执行5384号机弹射座椅安装。以下宣导安全规定，人员要确实执行相关动作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指令听好好势，准备开始战斗机检查维修的工课。我的单位是空军第一后勤指挥部，阮主要负责工课是 F5飞机的生产处理，含伊的进度管制，搁有伊的器材的拨补，甲伊的品质检验等相关的作业。每一项工课拢袂当凊彩，因是空军战斗机维修人员。来检查 U20电池是否有电。重组。检查氧气管有无破损的情况。无破损。检查紧急氧气软管是否稳固。稳固。因为阮台湾的气候，空气中有介侪迄个盐分，空气中的盐分对阮的飞行机的金属的结构会产生一寡生产的问题，所以阮会有透过一寡 NDI， 就是非破坏检验的方法做检验。所以讲，伊飞行机伫迄个飞行部队啊，也会陪一段时间，定期的时间，一个礼拜阮的维修厂来做搁较内部的检查。主要是针对伊的本体的结构来做检查。因为台湾高湿气，对战斗机的金属来讲，保养维修更加要做好透漏，避免战斗机机械因素致使空中灾难。修理飞行机是一个良心的事业，因为飞行机无像汽车故障会当停伫路边。飞行机袂当随时停落来，所以讲，阮介重视阮工课人员的责任感。每一个定数、每一步拢真重要，不管是一条螺丝，还是大甲发动机，拢袂用有任何的闪失、甲失甲差，无会造成飞行机的坏气。那严重的话，会造成人员的伤亡。若是维修的技术爱磨。维修的耐心嘛，着爱磨，拄到可能发生的意外，就爱通随时应变。以我的经验，我有拄到就是飞行机要飞落来的时阵，拄到伊的飞行机的链仔，阮讲伊的起落架会放袂落来，阮的飞行员伊可以用迄个机械式的方法，把阮的迄个链仔放落来，放来了后，伊的迄个灯熊会失效。变成讲，我咧有一寡的限制。另外来讲，阮阁会拄到讲飞行机飞落来时阵，伊的链仔爆胎，爆胎了后，阮个有一寡阮的抢救的小组，就会紧出动。然后阮以救人为第一。对我来讲，阮就亲像飞行机的医生，飞行机你来阮遮做检查、做修理，阮甲飞行机医疗好，伊会继续服务、继续起飞来保护阮台湾、阮国家的安全。对我来讲，只有出面干的一个工课。就亲像医生同款，摕战斗机来检查、治病，上重要的就是保护飞行员，而且愈来愈侪女性投入这项工课。大部分的人的印象对修理飞行机拢是查甫咧修理较济。我认为查某囡仔嘛是有法度甲这个工课做好，看到伊平安的飞上天，我感觉这是互阮上感动的一个部分，因为代表阮阁完成一件任务啊。控制出英雄，地球进全攻。